今天非常开心的来到你的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时话时刻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就说到那个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就是我对我们的，就是关于那个就是那个最后一次伟大的大战讲到那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国家呢自白俄罗斯非常开心的问你们好，就是你们在听从这个，在跟着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就是说到那个关于那个最后的伟大的大战讲到，为什么要说的大设计的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知道你都是你都在认真的听的，你为什么是这样宣布的话，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在你的身上的有爆发就是你要到在你的身上发生的时候，就比如说在你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死了以后的医生的，就是你要所发生的事情还没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你要认真听一下。那我们就是直接马上回到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为什么那个末日要到。就是回答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俄罗斯现在想做的随便的事情，我再强调一下，就是那个俄罗斯已经发出来的，就是在那个乌克兰的，他在乌克兰的发生的冲突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大战已经发出来的。你们就是没有能够击败俄罗斯我们就是要尽量认真听一下，因为我要把那个给你说明一下这边要说的就是那个至高的真正的上帝。你们都不知道他那个权利他的名字你们都不认识他，就是那个权利的主已经有对你们已经宣布劝你们不听的，就是那个生命的主所有的权利的之主，能看见的无看见的，在你们的眼睛下已经给你们看了，在你们不理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都是不听的，确实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的这个教导的主就是属于有大人的，你要准备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必须要真正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话，不教你快乐还是不爱快乐，我就是给你讲了。他所说的一切话必须要真正了，我先听一下要听一下他怎么给你要表达，所以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了。还有西迪亚大师的，要我说大师西迪亚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必须要真正了。就是有人有一种说法，说是完美无瑕。真的是完美无瑕，就是我所说的都是完美无瑕的。那这个就是你们在全世界上必须要发生出来的我开始就是从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的，你们都能看见了，为什么那个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的，他们都要去看谁要保护以色列的。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伊朗国家就是要控制他们的时候伊朗真的要控制他们他们不要把这个当开玩笑，去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他们都去看谁要帮助他。这是为什么？我给你已经讲过了，这个地球这个全球都是由那个全球的主，这个全球的主已经下了命，要叫他们要保护。这个我给你已经教导过这个道，还有通过他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准备那个灾祸就要发生在你们的身上，这个话是从不开玩笑。我们就是开拓就是这样，我们就说把那个这个上帝的大名叫耶和华，就是敬爱的父耶和华。我们通过那个圣经的来研究，就是你们所不喜悦的这个圣经的最里面的故事都记在上面。为了这个呀，我说的大西西家。
他就是要告诉你，你那个末后的日子，要你拆毁的日子，让你要想懂，要认真听这个教导。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的。但是聪明的人见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往前受害。我们就是在那个圣经上面也要阅读，就是关于这个教导这个话语的成真，为什么那个美国、英国的、法国人的，他们都一起要保护，一起要帮忙以色列的。其实他们就是别下令的，那给他们下令的话，就是在对你说话的，就是我给他们下令的，就是你在看见我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都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德国总理都不知道这个，法国总统的就是那个马克龙也不知道这个事，还有就是那个总理是谁？那个英国的总理，就是那个总理就是那个英国的王也不知道这，却他们都听着这个这边那个所宣布的话，却他们本来。不知道，就是给他们下令的话，这个是不能撤销的，连你也不能抗拒我这边所说的话，因为你就是一个人类被创造，你要注意听的你所创造的教导，连那个美国总统的都没有不能做什么呀，他必须要听从的这个教导的主，这个宣布的。主连那个法国总统的、英国总统的都不知道，他们都一块联手要帮助以色列的，为什么不让他们的要别工资啊？他们为什么都去跑步那里？要帮助以色列的，却在这个全世界上人多的非常可怜的国家，他们怎么不去帮助啊？为什么？他们怎么不去要帮助那个乌克兰？去那个乌克兰的都已经好几年了，都已经抱怨了，要把那个武器给我们吧。他们怎么不帮助这个？我不帮助他们，为什么就是那个美国人都要去那个以色列那边了？他们又发生冲突，还不到1个月啊！他们怎么不去帮助那个乌克兰那里？就是那个俄罗斯那边都一直都在攻打他们的。那我给那个回答，因为那个幕后的最后的伟大的大臣都已经要讲到。那你们就去要看谁这个话，就是你们真的是非常无说。我们要对下，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要通过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为什么这个语言的为什么成真？为什么要说的大世界一直见到那个。第3次的世界的大战已经要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挡的，已经开始了，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人的权柄的，没有任何人的能把它阻挡的。你要记住，要我说的大世界，大在就是他所拆打来的，在上面已经签名的。他就是你们的，却你们不理他，你们要准备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话，这个必须要成真了。我这个语言的话，你有知道，就是我在2003年的就要发出这个语言的话，对那个在马达加斯加这边，就是很早就听说过这个故事，马达加斯加人都已经很早就一定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你们在外国人那里都没有听说。为了这个，我就说特意把这个情况要告诉你们，这个情况已经发生过，所以你们要认真听的，因为这个都是跟你们的家里、跟你的家庭有关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私人的有关系的。这个语言必须要真正了，因为模糊到，我们就是从那个以色列的故事那边就开始吧。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让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到现在要
被保护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们就是给他们要肯受他们的。因为如果他们就是要承上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肯受他们？为什么不是那个巴勒斯坦那里啊？因为另一方面的，在他们那里都已经3万3千都已经被死亡了。应该是按照道理的话，就是应该他们要肯说比那个以色列的那边就是差1200的已经被杀掉了。假如说我们没偏心的话。如果偏心的话，就是应该差不多。如果那个以色列给他们打的时候，应该拿杀了1500的话，应该是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杀人的是不可真的，为什么那个就是就是要杀那个巴勒斯坦那边了就可以啊？但是那个以色列的一边攻打的时候，就全部都干涉。为什么就是那个乌克兰那里一直都找抱怨了，从来没有来证据他们，就是那个以色列那边没什么发生什么的问题的话，却都大家都要肯受的，这是为什么？我也给那个答复，给那个答案的话，给那个回话的话，那就是你要准备下，耶路撒必须要攻打你啊！就是你不喜欢听这个话，你要准备，这个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为什么那个以色列的？那就是他们都要到那个最后都必须要肯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他们就已经说到这个命令的话，就是那个是个条件，还有那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不听这个话，然后那个让上帝愤怒啊，他愤怒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愤怒你们。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那个按照那个利未记26节。利未记，我们就是一起读。你说你怎么读那个圣经？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因为这个圣经就告诉你啊，这个是你不能逃跑，不能逃啊！那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这是那个真正的上帝要在要给这个全世界要发生的事情的，你不要跟着他，不跟随他的话，就是你有非常一塌糊涂。但是上帝不爱罪孽的利未记26，我们就是从那个14节开始吧。好，我们先说下这个经文，实在不好意思。利未记第26章第14节，我们一起读，一起阅读啊！你们先把那个先把。Ka dia heverina amin'ny tany hotoly teo fa ny fanahy kosa heverina amin'Andriamanitra izay nanome iny. Nefa anketsika reo amin'ny teny frantsay. Ino moa dika mitory teny amin'ny teny vazaha? Ecclésiaste 12:7. Voilà. Donc nefa anketsika izy amin'ny teny frantsay. Avant que la poussière retourne à la terre comme elle y était et que l'esprit retourne à Dieu qui l'a donné. Donc l'esprit 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从的话，那我这样的对待你们，应该是在那个是31节到33节，就是这个就是接着，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得为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就是那个亚述人的那个波斯人的，都要把它摘掉了，使你们的终生的所成为荒场。我也不为你们的形象的嫌弃，我要使地成为荒场的，住在其上的出地去因此差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裂缝中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要把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上帝对那个以色列的已经要对他们的已经说过了。你说，哎，原来这个故事就是从这边就开始啊，对了，那个故事就这个情况就从这边就开始，然后那个上帝就把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把他们赶走。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对那个以色列人的。对那个是什么？对那个，就是对那个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的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一切都是要惩罚他们。我们在那个要读下那个耶利米书，我们要读下这个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耶利米书第25章，就是从这边就开始那个，就是那个灾祸要引导，就是引导。Mino moa ny mpanao ratsy etrehtra any amin'ny farihy rehetra avy sy ny solofary, reo olona reo milaza fa tsisy an'izany. Mba ahoana zany toetrainy zany? Zany anisany hoe ialao zany rehetra zany fa tsisy. 从第3节开始吧，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是23年的这年，常有亚法的话领导我也对你们常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个就是上帝要给那个以色列的儿们在传说，所以那个以色列的不听从的，就是想死你们的，就是你们那个灾祸已经在你们的门口，所以你们都没有什么动静的。亚法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的从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就有这种的习惯了，就是他要差遣他的先知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的，说你们个人当回到离开恶道和所做的，便可居住亚法古时所赐给你们的，就是等等。在第7节，你们没有听从我，今你所做的人无仿佛像孩子自己的，这是亚法说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的，就说不像没有听从的，就像你们的人类，就是你们不听不，你们说我们不管这个，我们就说没有，就是你们没有听从。Ka ny azo liva roa avy any amin'ny lanitra ny lanitra. Mazava hoe zay ny fanontaniana, va ny tenin'ny fanontaniana. 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的话，我必找北方的种族和我仆人的巴比伦的王尼波加尼撒。这个就是一个灾祸啊，就是上帝要把那个北方的种族。这个就是那个灾祸要引导那个以色列的然后他们再从他们的本地要被赶出去。我必找北方的众的族和仆人的巴比伦的王尼波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的，并周围的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的精神的灭绝。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那个利未记以致他们令人的惊骇、耻笑，并且拥挤的荒凉。这是亚法说的，我又要受欢喜和快乐的声音的，新郎的和幸福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的和灯亮的阳光的从他们中间折下。这群必然荒凉的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的王几十年的，这个就是这个非常恐怖的灾难都要发生在那个以色列的中间。我们在读下那个列王记下就是第18章，就是那个亚述人的来攻打那个以色列的，不好意思
就是在列王记下，就是从那个亚述人的，然后那个巴比伦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波斯人的，都来攻打了以色列的儿子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我们来读下那个列王记下。第17、第5到第6节，列王记下第17章第5到第6节，就是对那个其他的国家都来攻打了以色列的，从那个亚述王，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都能看到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了，上到撒玛利亚，围困的3年的。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首都何西亚的9年的亚述王的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瑟语个歌上的哈伯河边的便马代人的城邑。这个教导这个话语就是说，那个在以色列的地要发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要灾祸，然后就是那个接着就是那个巴比伦，刚才那个上经是说就是要攻打了他们。我们在阅读下在其他的列王记下第18章。列王记下第18章，这个就是我再给你们强调一下，就说那个预言都真成真了，应该是到的列王记下第18章，应该是到第10节开始吧。列王记下第17章到18节。这个从这边就是那个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来攻打一下，就是按照那个我要用刀剑要惩罚你们的。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以色列的就别刚上了到全世界，过了30年的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的6年的以色列的王何西亚的9年的撒玛利亚的别攻取了。亚述人的王将以色列的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瑟语的歌上的哈伯河边的比米利亚人的城邑。这个以色列的就是要别攻取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刚上了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就是在那个公元720年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就是开始要刚上了到那个全世界。因为这个亚述人的打过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接着就是那个巴比伦。如果你们读这个故事的话，然后那个巴比伦那个米甸人的，然后那个希腊人的、罗马人的，那最后就是那个在最后就是那个希特勒就是把他们杀光了，就是在那个希特勒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犹大人的都被杀了，有600万的人数，都是这个就是有个非常。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谁要最后的要攻打他们，因为他们必须他们要被杀掉，因为他们已经被出要被杀掉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帮助他的话，没有看守他的话，那他们就会要将杀光了。那为了这件事，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美国人必须要看守他，因为谁要最后的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的要攻打这个全世界。假如说我们都看到，如果必须要看守这个以色列的话，我们都看到那个美国人的，那就是必须要跟他有发生的冲突，那跟他有冲突的话，就是必须要攻打他。当到那个攻打他的时候，所以不然就是必须要看守他，为了不叫他有杀光了。我不知道你有能听明白的话，因为我已经说的，因为他们必须要看守，因为他有等待那个最后要攻打他。对于这个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教导的话有许多的话，因为我要给你们有教育，就是那个耶稣从那海里出来的话有10个教。但是我先把那个真正的故事先给你说，因为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真正的。所以你在家，我现在我特意给你教导那个最后的伟大的大战必须有讲到，这个已经发出来的，没有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人的权柄的在阻挡它或者把它定下来。只要你有干涉的话，你就犯二。被要拆掉了，不光是来自哪里的权利啊，这就是付费至高的全能的上帝，他的名就是亚亚法，他就是有拆迁洗掉。我这边所说的话不是来自的人的，不是人的话，乃是上帝的话，那这个从不开玩笑，不。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教导，为了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你要记住，这个就是一个拯救的计划。那这个发生这个应验的时候，那就发生什么时候？因为那个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攻去的，然后最后他们就要被赶上了，到这个全世界，希腊也来了，那个罗马人的来了，然后这个以色列的人就被赶上了，到了这个全世界，到那个北方那里，到那个西方国家，他们被赶上了。然后他们被赶上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因为上经是记者说他们就说别赶上了，因为上经就是说要他就是那个你们把他们赶上了，要把他们夺回来了，要夺回去的本地。由于这个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个以色列的就别赶上了，在这个全世界，我们都看到，在法国那里有大人的，乌克兰有大人的，俄罗斯都有大人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别攻去了，然后就说别赶上了，在全世界的话。在全世界，他们别赶上了以后那就说发生的，就是上帝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把那个犹大人的赶上了，然后你们要把你们回到他的本地，然后他们到那个本地的时候，你们就是要牧人，就是你们牧人好像看守他的羊群的，你们都看到那个羊群的话，就是你们要必须要看守他，不叫那个狼要把他们吃掉，或者就是那些敌人的要把它拖走的话，因为这个羊它是有很多都会害它，那就说必须要看守它。那上帝这个真正的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就是说他的话你不能逃。对他的话，你不能打走，你不能说是那个美国总统说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总拜登，那个法国总统的，就是那个马克龙，还有那个德国的总理、英国的总理都不知道这件事，却他们都要看守，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你的生命的支柱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一说你们不能阻挡的，因为你们要记住，你们那是个人类，你们要记住，你是要丰人的，你是被创造者，别创造，你别说是你怎么捣蛋的，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将来会知道，你在说话是谁。你要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就是你那个善良引导你那里你应该要你要听到这个最好的善良，应该你要好。我们也对下那个耶利米书，你要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我所寄给你那个上经的话。假设说那个美国总统的能听到这个教导的话，他应该就相同了。假如说那个法国总统的听这个教导的话，他们应该就能相同了。愿你们都能
听这个教导，因为我现在所传给你的，就是在你们的幕后的日子要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尘土被创造来的，要回到废掉。但是我对你所说的话，我永远不会废去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刚上的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的看守羊群。就是你们要把以色列的刚上的就是要把他们刚上的话，就是你要攻打他的时候，就他要刚有了这个，他就要刚上了。你必招聚他，就是你要刚上了，他得必招聚他，就是那这个就是你要攻打他的时候，要把他们刚上的时候，你要把他招聚，又看守他。他回到本地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好像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那就这样的，那上帝就是他有说这样的语言，然后就成真了。这个就是在公元1500年的就有这个语言的，现在已经成真了。我们就说不在1个月之内，不到1个月，我们都看到这个语言的成真，就是那个法国人的、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俄罗斯，还有那个要看守那个以色列的，我们都能看见了。你要说这个是一个开玩笑啊，我们都能看见了。99%都要看守以色列的，就是那个4个强国，他们要把握99%啊，为了就是要放到那个伊朗要攻打他的时候，谁要派他们去保护以色列的，谁派这个美国总统的。谁那个德国总统的，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总理，就是那个英国总理，谁派他要保护要看守以色列的，他们不是兄弟，他们不是一家人的，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要去要一块要看守的？这个上帝的那个真正的教导就在你的眼下。非常清楚，就这个地球的主，那个全能的上帝，没有任何人的上帝能打败他。凡要跟他打败的话，都被拆掉了。我们都一直看到他的教导，他的话语，就是你们要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的，要就是这样的看守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都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的没有相同了，就是那个德国的总理没有相同的，都看到这个情况了。你们都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反应的？你有没有相同的？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给你讲了，就是那个真正的时刻到了，他就是那个上帝要知道这个全世界。我给你说，你要听他的话，因为他不爱犯罪，犯罪的人不会到他那里。你要跟他说，就是那个你怎么传福音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道。我想给你推荐，你要认真的听这个证据的道。因为你是个人类被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你们的，这个是在你们中间都是没有，这个世界是没有属于你们的，这就是那个你们知道。他就是要把那个以色列的要看上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敌人都要攻打，
然后他说要把他们召集回来，就是牧人的，好像看守羊群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都是真的别干上了，在这个全世界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聪明的人的，可以聪明人的。然后他们在1822年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飞机用船的，要把他们召回的他们的本地。在1882年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的一件事情的话，他们就。ay tena tikan'ny pon zany hoe zavatra toy ny zavatra midoroboka mety any ambany any zany zay ny tena dikany zany partie flottant tout au moins d'un vêtement toy ny zavatra avy那就是那个当时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有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的还有那些英国人的还有那个后来就是那些德国人的因为这都是要那个为了由于那个上帝的道但是那个德国人的他们不敢说这个因为他们后来就是要控制这个但是我们不说这个因为他们真的要杀掉他们然后他们就要把他们召集他们回到本地那为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们要看守他们的看守就那个美国的就跟着美国都要看守不管是美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英国人的都是要都一直看守以色列的我们都在最后刚刚看到这个情况如果这个预言的话没有成真的话那你先回答一下就是你说你哪里有那个耶路撒冷没有让打败耶路撒冷的话如果你有权利的话你应该把这个你要早就把这个预言的要阻挡了连那个就是那个很强的国家的总统都没有阻挡这个预言的就是那差我来的就是要控制dia tsisy lalana manohitra an'izany koa ary zao no mety aminay nefa ka ohatran'ny hoe manao costard ka ny akanjony tsy azo entiny tiako ny dada iavangy izy tsy hijany ety fa nandalo sore dia lasa nandeha zaho ny hijany ela be tao aminareo ty gaona moa ny akanjoko ny entona ty aminareo ty fa raha ny akanjoko ny entiko ty oy zava-doza aminareo zany tandeha zay ny faly mandrava zavatra be dehibe zany tsy azo entiny ety zany zay ka ny zavatra momba ny lanitra azo entiny乌克兰的总统经贸院了你们所做的所谓是真的不信的真的不对呀还有现在那个耶路撒冷都看到在发展起来所以那个以色列那边他们有自己的武器还是有他们那是看守的这个我们 ity zao eotr'izao ny fitafinareo dia mety zao dia atao an'izao izy fa tsy olana zany 那个以色列人都这个就是那个有这个反导飞弹的因为这个就是通过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你们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的看守他的羊群的话连那个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大的国家呢都要听从这个上帝的道那你以为是谁呀你应该先把人的嘴闭上了然后就要听这个教导要听耶和华的教导要听耶和华的教导因为这个都是表示爱呀都是表示会给你表达说就是没有难逃到那个真正的上帝的大所有的预言都成真了而那个法国总统的美国总统的英国总统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上帝的道已经进行了因为他们都在进行这个上帝的道就是没有人能抗拒因为假如说在现在有那个以色列的有别的国家在攻打的时候如果他是没有看守他的话
他就被拆掉了。那就是那个来，就是将来那个就是原来要攻打他的时候啊，来攻击他的时候，就是要打上。Ano ba say ko sila nga man eh. Fatan mo censurata ne. 那个全世界，像他现在就是在跟那个乌克兰的发生的冲突。我想说的就是俄罗斯，他要将来要攻击你们的，你们没有任何人跟他打自白。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要招去在他们的本地的时候，然后那个父亲的亚耶法他就说不要在成为两个国，只要成为一个国，哪里有这样？这有权利呀，权利是这样说的，因为以色列的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是不会再分两个国，只有一个国。我们想看一下，就是大概是在以前那里就被分为两个国。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列王纪上第11节。列王纪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以前那里啊，这个国是被分了两个国，在29到30节。列王纪上第29节，一日耶罗波安的出了耶路撒冷的示罗的人亲自亚西亚在路上的遇见他。这边说的就是那个关于那个亲自。你说你也是亲自吗？你怎么读这个啊？你们在走。Misy novonjely. Rehefa lalàna dia lalàna. Tsy misy tia lalàna zany mihitsy. 身上的穿这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的。亚西亚将自己的穿那件新衣撕成了12片的，对耶罗波安说：“你给那10片吧。亚外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你仆人的大卫和我在以色列的众支派中所选择耶路撒冷城的缘故。”第3是，我必先，这就是那个所罗门，那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王，他就变成了拜偶像的话，就让上帝发怒的话，他就是要把那个国要变成了两个国。因为大力气我敬拜西东的人的女神的亚西塔路摩耶的神摩耶的神祭摩和亚门的人的神密了宫，没有从怒的刀，激怒严重的抗受为真的是受到奴隶顶上，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的手里将全的国都会是他终身的为尊的，是因为我拣选到仆人的大卫经说的诫命的。第36，还有另一个支派给他儿子，是为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离我的名耶路撒冷的城里，在我面前的常有个灯光。第37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的所愿的做完治理以色列的。那就是在那个所罗门的那里，就是那个犹大还有便雅悯，就是那个犹大便雅悯啊，在那个以色列那里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就是那个以色列的10个支派，10个支派赐给他，然后他们就分了2个国，
就是然后就是有那个冒出来那个以色列的冒出来那个犹大和便雅悯的，一个是有10个支派，一个是有两个支派，然后他们就是一直都要发生的矛盾，然后那个上帝就说他们要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国。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只有以色列的，就是没有那个犹大，没有便雅悯的，没有那个犹大和以色列的，这个都被拆掉了。我们要看一下关于这个看到那个上帝的道，关于这个我们在意思结束37节第22节。22节，意思结束第37章，意思结束第37章22节。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要收回去的，我们就从21开始吧，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的人从他们所到各国的收去，用从思维的举止他们，引导他们的归回本地。这就是那个上帝要收取他们的，要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身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就不再分为二国。这个预言就是真的成真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回到他们的本地的时候，他们就不分的二国，他们就说一国。那你也说这是你比这个上帝还厉害嘛？因为这个语言都是现在都你们的眼睛都能看得到，就是现在那个以色列的就是那个便雅悯内塔尼亚胡，他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当总理。你还说是你比那个上帝厉害嘛？你还说是你想对比这个上帝嘛？我们个个都要想好，个个要想，各想。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说他要说，就是没有能阻挡的，他又宣布没有人能阻挡的。只有你们那的眼睛，你都能看得到，在以色列的就是不再分为二国，就是一国，在他那里有一个总统的，也有一个总理，一个国，你都能看得到啊。这个语言都能他的话语都成真了，就是以色列的会收取到他们的本地。我刚才把那个日子给你，就是在1822年的，就是那个美国人的第一要把他们要收回去的话，然后就是要看守他们的，看守牧人的羊村的，好像跟看守羊村一样。那我们就看到在那个上个月那个美国人的、德国人的、英国人的，还有那个德国人的看守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还比我给你传播这个上帝厉害吗？因为他是不爱犯罪，他已经说我不听主人的祷告，我那些的今天所教导你就是这样。那这个上帝就是说，你们的准备耶路撒冷打败你们，耶路撒冷要打败你们。那我们就要说的这个情况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提到我们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击败他连那个美国人的，就跟他发生冲突的话都被拆掉了。这个是一个一直说。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败他。这个预言的话，就是从那个2003年的，从这个上帝的神的王国却都是所有的人都不理，因为现在他们能听到的说才能想通了，在那个外国人那里都有，他们都说哪有这种的事情，因为你们本来就说是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责备你们，却现在有说的大事情，现在告诉你，
我这个故事我告诉你的话，就是这个预言的话，就是在2003年的。关于那个俄罗斯的，你要记住，在那个2003年的时候，那个俄罗斯已经刚刚被拆掉了，在那个不发达国家的，他在2003年的不发达国家，这个就是不我们相信的话，他就能打败美国人的。我是在告诉你，他打败他是对他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对他是没什么问题，你们所看见的就是那只手，我不是要表扬，不是要说好俄罗斯是说好啊，但是他的话，他的预言必须要成真了。我现在我想你要叫你要准备，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就是你看到一个房屋在着火了之后，你就要叫那个看到那个消防人员、消防队要把那个火车灭了，那就是现在能救你，只是这个教导，因为这个必须要成全了，不管发生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我说的大师说？你们的不会跟俄罗斯攻打，因为像这个刚才我们听那个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故事，没有任何人的能阻挡。那这个至高的上帝现在拆过来的，要告诉你，你要认真听这个教导。我们再读下这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1章第14节，这个就是对我们表达一下，就是这个预言必须要成真了。我们现在要说关于那个俄罗斯的话题，那我就是像那个刚才那个教导，如果你能阻挡刚才那个话，那就是如果你能够阻挡刚才的话，你就能够阻挡这个话。耶利米书我们一起听一下，然后就说我们各个要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国王，那个总理，就是那个所谓的组织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教导，对于这个教导，你要怎么样？你这个预言必须要成真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成真了。耶利米书第1章第14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的从北方发出，领导这地一切的居民。”就是说，就是你在这个地球的居民的话，你所从那个北方那个灾祸从北方发出的，如果与那个法语圣经的话，他就说从那个北方发出的，在那个北极，在那个上帝的道就是说在那个北极，在那个法语。就是在那个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从那个北极，如果我们想知道那个从这个地球的北方是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语，那个圣经所记着一切都成真了，我们都看到了。那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要想知道那个北方那个中间是在哪里。那在这个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我们要读下那个以斯帖书38章第12节。假如说我们要知道那个，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中间的话，那个上帝是怎么说？我们就是给你读一下这个以斯帖书第38章第12节。我要去要将菜为掳物，夺货为掠物，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被收回去啊，放手工资的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住着这个地，那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有工资那住世界的中间，从列国招聚，
得了生主在活的民，那就是那个刚按照那个圣经的话，那个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那我们是一说那个南边、北方的、西方的，我们就是要从那个以色列的跟着那个真正的上帝的话，连那个美国中东的都不可抗拒的话，那个法国总统打出那个联合盟的主席，那个德国也就是要跟着，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抗拒啊。那你以为是谁呀？那武当这个你要想好，你对这个教导也想好，因为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教的是没什么感觉。如果我们说这个从北方发出来的话，那就是那个世界中间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北方是哪个国家？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北方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北方的话，就是莫斯科就是俄罗斯。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如果你有地图的话，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图，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这就是马达加斯加啊，这个是谁？这个是哪个国家？这就是那个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我们要把它放大一下，就是个我们让我们看到清楚一点，然后我们就往上去。就是在那个下面的，因为这个在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就能到那个俄罗斯，这是莫斯科，我就是这样的跳我们都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非常清楚的话，就是莫斯科在上面，如果我们看的话，就是俄罗斯。我们一说这个莫斯科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说的就是俄罗斯。就是它，这就是那个俄罗斯的国家。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莫斯科，它又跑哪里去啊？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也找不着，真的跑掉了。我们再重复一遍吧。对了，就是这。它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往下做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以色列的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你们所看见的就是以色列。如果把我们调到上面那里上面呢，我们就是引手拉过去的话，那个北方都是在上面那里。我们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就可能看到那个莫斯科。我们的对，打在这里，因为我刚才也有，这就是莫斯科北方。我们从下面然后就是那个最上面呢，就是莫斯科地，这就是那个上镜的，就是说它是从那个北方那个灾祸是从北方发出来的。我们再读一遍。耶利米书，你要听下这个，所以你要注意，要防备，要预备。因为现在就说那个要灾祸要从北方要发出来的话，这个也上面的黄色的要出来。亚法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的居民的。”亚法说：“看了，我要招去北方列国种族，他们要来，各安作业在这个是在哪里？各安作业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的门口，周围的工作城前的，
又要工资又的一切的诚意呀，那这个就是那个故事讲到要搞放掉了，因为那个北方的国家都要工资那个这个地球的所有的国家。那这个就是那个灾祸就从北方发出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它这个从北方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这个就是俄罗斯啊，因为这个在这个经文上面，他就说那个就是一个国家从北方发出来呀，要领导这地呀。那现在就是看到他现在进攻击乌克兰。这个都没有什么办法，已经阻挡不了啊！这个谁要知道的？我给你说一个答案，不是人类。要知道这个情况不是人类，你要想通了。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就是从第12节开始阅读吧。你要认真听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明亮的真心的早晨的枝子呀，你和金从天坠落。这个就是那个明亮的话，这个明亮就是真心的话，从下面摔到这个地的话，那它是从天坠落的话，你这是公败列国的，就是这个公败列国的话，它是从上面坠落的在这个地上，然后他去哪里啊？那个圣经怎么说？他是要做什么事了？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明亮的真心的话，这个不是人类啊，因为这个像这边说的就是那个外星人，你们在外国那里都已经了解这个外星人的话，那这个就是让你们可以明白的话，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中的心的以上，就这个就是以为外星人的想要向上帝，我请你们那个，就是向那个上帝要发生的冲突的话，因为他要我要坐在机会的身上，在北方的基础这边那个上帝的话，就是这个外星人的话，就是那个魔鬼，背叛的魔鬼，他想要跟那个至高的上帝然后他要住在那里，他要在北方的基础，就是这些外星人的话，就从那个要坠落在地上的话，然后他们要在北方的基础那里，就是去那个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那里。我们都已经学过了，从那个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的北方就是耶路撒。你怎么确认的话，这个就是耶路撒，我们的教导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慢慢的给你解释。然后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他就是要几乎在那个北方的基础，那我们这个是，那这个全世界的聚会都要改成到哪里？因为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有难过理解的话，你读那个耶路撒的所有的全世界都是通不了。我给你在耶路撒的脑子里是在告诉你哪里的知道不是人类。我们就是照着教吧，你别说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最发达的国家就是那个美国人的，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不叫他们要动作的话，因为都是通过那个副业法和要武术的，不叫他们要动作。可是现在已经主动不了，你说那个就是那个核轰炸要爆炸了吧？要爆炸，那你这个一定要爆炸。
那你说你要把这个很混杂的话，就是你要来要爆炸的话，我不是这么说啊，这个一定要爆炸，但是不是一个，有许多。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我要与之上的同等。他就像那个上帝要相比的话，他就是想跟那个上帝要斗争的话，他不是人力啊。那因为你想那个创造的要攻打的话，他不是